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，咱伫今仔日是双年时间纪念主日开重阳敬老的主日，愿上帝的圣神临到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，恳求主来带领甲引带。咱还未开始分享的大声，咱都再一次同心来祈祷。希望听阮的主，愿感谢你，伫上帝你的保守中，互阮淡水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通得到上帝你的看顾，因为有上帝你的面的光来照阮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搁较要紧的是，阮教会遮的时代，大家人拢得到上帝你的恩典甲疼痛，恳求主来引带赐福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因的家庭，伫因的生命中间，拢亲像今仔日的经文所讲，哪会遮尔有福气？愿主你来引带，当阮将阮教会遮的长辈，拢摆咧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你来保守看顾，也互阮所有兄弟姊妹，拢通伫重阳敬老的主日中间，学习伦理，嘛透过信仰来敬老甲尊贤，恳求主来保守阮。愿主你的圣神，即粒嘛运行伫阮的中间，拍开阮的心，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，来成做阮的准情。愿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咱伫今仔日是双年时间纪念主日，咱的教会嘛用即日来进行重阳敬老的活动。为兄弟姊妹会来问牧师讲，到底上帝是少年的，还是老的？这个问题真趣味。究竟上帝是少年，或者是老？或者是上帝是查甫，或者是女性？这款的问题，通常伫神学院的课程内底，拢会来讨论。确实，伫教会的中间，咱对上帝的认捌，拢有无共款的面向。特别咱若手头有圣诗的兄弟，牧师特别邀请你来拍开圣诗25首。伫咱的圣诗25首第40个歌词，有清楚甲咱讲，伊讲上帝就亲像一个老人，车还头毛白，看透世上一切邪恶虚假，意爱神奇世界，无绝望亚瑟，俄勒和山那，年长上帝。我想通过圣诗25首，第20甲咱讲上帝亲像老母，第30甲咱讲上帝亲像老爸，第40甲咱讲上帝亲像老人，甚至伫第50嘛甲咱讲上帝亲像少年。无论上帝是啥物款的形象，上帝拢是每一个兄弟姊妹、每一个年龄真要紧的瓦靠。伫今仔日的讲道中间，牧师大声爱先甲咱所有遮的士大公恭喜，因为恁的性命来不断见证上帝的恩典，来甲恁三角地底，互淡水教会遮的晚辈会当来清楚明白，上帝代代是咱的帮赞。第二，我嘛爱甲遮的长辈讲感谢，因为过去恁伫教会有好的服侍，也通互阮伫现在徛伫即个基础中间，继续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恩典。透过安尼，互阮大家拢会当学乐上帝。有的人感觉讲老人是麻烦，有的人看老人是重担。总是无论如何，身为淡水教会牧师的我真正掠遮的长辈，成做真大的荣耀。搁较要紧的，遮的长辈嘛掠做是我真大的骄傲。因为当每一次遮的牧师伴大家做伙的时阵，特别伫前无偌久，
啊，牧师去开中会部会，大家咧讨论讲，逐间教会的双年敬老要安怎举行的时，大家听见着讲，淡水教会80岁以上的有39位，90岁以上的有22位，大家甲我比一支，甲我讲，恁的教会的兄弟太遮尼有福气。我想透过即句话，咱是毋是嘛？甲遮个时代拍扑啊，甲因祝福一下。毋茫讲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特别咱遮上年时代，大家拢通食饱字，透过安尼来说明上帝的疼痛，咱会遮大。我想淡水教会的长辈真正真有福气，透过伫即个福气的背后。事实所体现出来的，就是上帝的恩典。透过这个恩典，咱看见到伫今仔日个经文来甲咱描写，一个敬畏上帝的人、顺坦耶和华的人，通得到耶和华的报赏。伫今仔日个经文中，多谢拄则道准明长老所带咱读的圣经，第1节到第6节，我想咱简单安尼来看3个真要紧。明白的主题，第一个主题就是丰富。咱看见着讲，伫今仔日个经文甲咱讲，顺坦耶和华的人，因要亲像结最最果子的葡萄树，因的囝儿要围垒伫伊的道，亲像橄榄栽。我想即款的丰富，嘛代表讲上帝祝福满满。第二，咱看见着伫今仔日个经文，嘛来甲咱讲，耶和华对锡安祝福你。你一生要看见耶路撒冷的福气，这代表讲一个人的岁数真长，会当看见到伊的子孙、伊的城市、伊的国家未来上帝的祝福。最后一节第6节甲咱讲，你要看见你的囝的囝，这代表上帝互咱人的恩典中间，毋敢若有丰富、长岁数，搁较要紧的有满足。伫诗篇128篇，这是旧家的诗歌。这首诗歌中间真要紧的，就是当犹太人因要去到伫耶路撒冷伫遐敬拜上帝的时阵，因一路伫遐来讲起着顺服上帝的要紧。透过对上帝的顺服，会当伫因的生活中间来落实伫日常生活内底，互上帝的话来成做因人生的价值。所以伫今仔日个经文，咱看见着讲，子孙围垒，或者是结识济济，会当看见着福气，甚至伫一生的中间，会当看见着囝的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真正的福气，伫今仔日个经文，互咱看见着一个真水的一个景象。这个景象，甲咱提醒着上帝，互咱的福气，毋是趁大钱，毋是有真侪成功。嘛，毋是伫你的身上有装塔真水即款的破烂，或者是装塔。更较要紧的是，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会当伫上帝的恩典内底来得到平安甲喜乐。今仔日咱咧庆祝重阳敬老，上年时间的纪念主日。我想透过圣经3个人物，邀请做伙来大家来思考。第一个，我要邀请咱做伙来认捌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的一生，伊透过顺服来成做伊生命一个真要紧的转变。过去亚伯拉罕伊叫做亚伯兰，伊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一个乌里桑。但是伫上帝的恩典中间，介入的时，上帝将伊的名改做是亚伯拉罕。互伊对一无所有的生命内底来成做是万国万族的老爸的时阵，上帝来赏赐互伊一个囝，叫做以撒。上帝互伊伫顺服的中间，嘛来应允伊的子孙要亲像天顶的星、海边的山遮尔多。我想咱伫拜二若有来查经班的兄弟，就真清楚知影讲，如果亚伯拉罕伊的生命内底若无伫创世纪12章来回应上帝的应允，
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，伫伊的生命中间就无才调，会当来领受着上帝的祝福。伫伊的生命内底，嘛无才调，通伫100岁的时阵来得到一个后生。即款的福气，换一句话讲，是真真正正对上帝所顺服来的。若无一个99岁，一个90岁，即款的长辈要来生囝，事实上就亲像咱台湾人所讲，阿婆啊生囝真拼。若无上帝的恩典，的确咱人拢无才调。第二，甲第三，可能咱咧读圣经，往往拢会忽略即两个人。即两个人记载伫路加福音书第2章。当耶稣出世的时，第8日，玛利亚抱耶稣去到伫圣殿，互先知来祈祷。一位老先知叫做西面，另外一位女的先知，伊叫做安娜。这两位先知，因的福气，盖在伫因对上帝的敬虔，因为因敬虔伫上帝，所以上帝互因伫在世的时阵有机会来看见着基督，会当抱着基督，甚至伫即中间来甲伊祝福。所以伫整个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或者的圣经记载内底，咱看见着讲，大家拢咧敲找真正的弥赛亚的时阵，却是即两个先知已经亲目看见着耶稣。当大家伫遐争论，伫遐为着真正的基督到底是几水的时阵，即两个先知真有福气来见证上帝所应允的愿望，毋是空空。我想通过亚伯拉罕、西面、安娜的人生中间，拢甲咱说明着一个人的生命伫晚年来得到上帝的祝福。这款的福气，介根本就是伫因的生命用顺服来回应上帝。伫这个前提来对照伫旧约，大家拢认为讲伊是民族的英雄摩西的时阵，摩西80岁带以色列百姓出来集，到伫102岁的时阵，伊伫旷野，伊伫遐面对着百姓，伫遐来甲伊挑战，伫遐甲伊抱怨，伫遐甲伊计较，却是上帝伫遮来甲摩西讲：你无资格进入到伫迦南地，因为摩西的一生上大的破壳，就是伊对上帝无信心。伊看会到，但是伊无才调进入到伫迦南地上帝应允的所在。我想顺服、信心，这是一个态度。特别咱教会遮尔侪时代，伫因的生命中间，因所呈现出来，怎样透过伫因的生活、伫因的人生，将顺服信心来成做咱遮世世的教导的时阵，一个真要紧的见证，就是遮的长辈，因透过对上帝的顺服，透过对上帝的信心，来表明如何伫人生软弱的时阵，来倚靠上帝。伫即个拜牧师咧读册的时阵，读过一句话，互我有真大的感动。这句话安尼讲，伊讲伫我的人生内底是有耶稣基督咧带领，毋是我咧带领耶稣基督。各位兄弟，这款的态度，这款的信仰，是要来体现一个人的生命观。要来体现一个人面对着生命迄款完全的交托，毋是互家己活伫压力的中间，或者是活伫即个重担的内底。更较要紧的是，现代的人上大的问题，对福气有错误的认识。历史教讲真侪抱怨、批评、詆谨、
比较、计较伫遮来出现。所以伫即个时代，咱要超找福气，更较要紧的是咱来倒来到伫信仰的中间，重新来甲上帝有连接。今仔日是中庸敬老，对我个人来讲，这人生上伦理的维持真要紧。因为对我来讲，我嘛是阿嬷带大汉的囡仔，所以从细汉，阮就会记即阿公阿嬷对阮的教导。所以真侪遮的兄弟来敬拜咧用餐的时阵，拢会记得牧师无食牛肉，因为这是阿公甲阿嬷细汉对阮的教导。我嘛感谢上帝，伫我读神学院的时阵，我的老师，逐个人拢是已经退休的老师，总是因听见着有学生要对因读册，因甘愿略出岐山来教导我这个细汉囡仔。所以，通过伫伦理的秩序中间，一个团体若无伦理，一个团体就无秩序。什么叫做伦理？比如讲，老人、少年人，伫教会，什么是伦理？牧师、长老、执事，伫社会、伫工作的场所，有主管、有员工。伫这个伦理的中间，咱会当看起着讲，伫一个社会、伫一个团体、伫教会中间，会当伫伦理的内底来看见着一个真神的存在。特别伫教会，伫这个厅的内底，通伫伦理的内底来看见着上帝的保守，无论是大是小，逐个人拢会当三合做伙来建立一个组织的精神。特别伫今仔日，嘛是总会所定常年时间纪念主日。那咱如果有机会，牧师会当进一步甲咱大家分享，总是这毋是今仔日的主题。伫总会的办公室有3个单位，一个单位叫做团队委员会，一个单位叫做教社委员会，第3个单位叫做教育委员会。但是伫这3个委员会的下骹，就有分做常年事工、青年事工、妇女事工。为什么伫每一个年龄的后面会加一个事工？就是来提醒所有的中会甲教会，伫一间教会的事工的规划内底，毋是干那去顾少年、去顾妇女，嘛爱记得有常年的存在。各位兄弟，常年的事工就是互咱去想讲怎样，互教会遮的长者会当得到关怀甲关心。所以关心长辈，毋是咧刷存在感，毋是咧铺遮的时代，是咱照着教会的体制来发展教会的事工，是互遮的囝儿孙知影讲，因的阿公阿嬷来到伫教会的时阵，因会当放心，互因来到伫这个场所。各位兄弟，我相信，当每一次看起着教会遮的时代，包括拜三大家去探访的时阵，遮的长辈的生活遮尔丰富，遮尔长岁数，我实在拢真感谢上帝，通互咱的教会有遮尔大的稳定，互咱教会遮的长辈甲咱证明，咱住伫好山、好水、好福气的淡水，一切拢是上帝所赏赐。所以，既然若是上帝所赏赐，那安尼咱伫上帝所赐落的福气中间，就毋是家己伫遮欢喜甲快乐，是的确通透过分享来证明上帝是怎样大富有。
咱伫两边等下要来发重用礼金，究竟教会是怎样去思考这个发送？我相信透过今年，教会传派一个小组，小组所提名，才会名单送起来小会来审议的时阵，大家人针对这个名单有真侪分享甲讨论。但是伫即中间嘛，有人会问，有的人伊都毋是伫教会出入的，为什么伊会当来领重用礼金？各位兄弟，我想当咱拍开周报，看见到这个名单的时阵，这个名单咧甲咱讲侪故事。这个名单咧甲咱讲第一个故事，有一位老姊妹，当伊嫁入去到伫因的家庭的时阵，伊的家庭、伊的家族拢无信主。总是，当伊做一个基督徒，嫁入去到伫这个家庭的时，伊的翁婿、伊的家族为着伊来找教会。伊的翁婿知影讲拜日到啊，提醒伊爱紧紧去做礼拜。当这个代志发生伫咱的中间的时阵，包括当伊的翁婿艰苦破病，欢喜互咱的教会去遐关心治伊的时，甚至到伫伊先生过身的上时，要邀请咱的教会去到伫公祭的现场来唱为歌。伫这个名单中间，嘛有一位姊妹，伊嫁互一个老兵。总是这个丈夫确实无来做礼拜，但是教会的聚会、小组的聚会，到伫因的家庭的时阵，因的翁婿欢喜做伙来参加。我想伫教会的听心接纳分享的中间，咱真期待讲，这个亲人拢会当像因的太太同款。每一个主日用着欢喜的心来做礼拜。虽然有人讲，这种教会的钱拢是会友奉献的，但是牧师真清楚，伫淡水教会这么有福气的稳定的教会，大家嘛真意爱伫福气的中间来惜福，嘛通互咱会当成做正人的祝福，透过安尼，互更较侪人进入到伫教会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中央敬乐，恁多谢叶无林居士拄则会献歌。伫两边等下，咱嘛有要表扬本会所出身的蔡淑如牧师娘，你拢甲咱讲起着一个真要紧的见证。上帝恩典教育咱用，上帝互咱的时代，互咱的教会世世代代见证，上帝真正是咱的上帝。上帝透过伊的疼痛，互咱会当伫伊的恩典中间平安甲喜乐。再一次来祝福每一个上年时代。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每一天充满平安甲喜乐。三个来祈祷，特别听阮的主愿感谢你，伫阮的教会充满稳定，充满疼痛。伫阮的教会内底，因为有主你亲自带领阮，互阮对1872年到今。阮看见着阮世世代代上帝的恩典，因为有主你的保守，互阮所有的兄弟拢会当伫上帝你的恩典中，无计较，无比较，反倒通伫上帝你的福气内底，
互相分享，互相来勉励。愿主你来带领，但愿将阮的时代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恳求主来引带，也恳求主你来保守，互阮通伫中庸敬老的中间，因为有主你的引带，互阮遮的时代，包括阮遮时势，会当同齐做伙，感谢上帝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